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龜龜長者資訊頻道。咁呢個頻道咧，最主要係講一啲長者嘅福利資訊啦。如果大家對呢一類型嘅題材都有興趣嘅話咧，歡迎去訂閱啦，分享我呢個頻道。如果大家咧對我呢條片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道嘅。眾所周知咧，好多老人家咧都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咧入院啦，例如跌親啊、肺炎啊等等嘅原因，一入去住咧就起碼要住個零月，甚至乎更長嘅時間。咁佢哋之後嘅活動能力啊、自理嘅能力咧都會變差啦。咁如果個老人家都就嚟出院啦，咁返到屋企咧冇人照顧嘅時候咧，咁點算好咧？咁我呢條短片咧就會有啲好具體嘅分享嘅建議俾大家啦，咁同埋出院之前咧，究竟有邊一啲嘅準備咧咁樣？咁咧主要咧呢條片咧都會講咧入住公立醫院嘅時候咧嘅一啲嘅準備嘅。咁大家咧記緊咧，一定要出院之前咧就一定要申請我以下落嚟講嘅服務。咁如果出咗院之後咧，返到屋企先至去申請嘅話咧，咁就會變得相當之困難㗎啦。咁第一咧，出院之前咧，醫生同埋專職咧就需要喺個老人家出院之前評估個老人家究竟適唔適宜返屋企。例如係物理治療師咧，就需要評估個老人家嘅平衡能力啦，有冇一啲嘅跌倒風險啦，可唔可以用一啲助行器具，例如係助行架啊、拐杖咧，去自己去行啦，需唔需要多一個人去到協助啦？咁第二咧就係職業治療師，咁最主要咧就係評估個家居環境安唔安全啦，個老人家可唔可以自理到，例如係可唔可以出院之後咧可以自己着衫啊，自己去用一啲餐具去食嘢啦，家居環境需唔需要去加裝一啲嘅扶手啊、防滑墊啊，或者一啲加高嘅坐墊等等，咁令到個老人家咧可以喺屋企安全咁樣去生活嘅。咁甚至乎咧，言語治療師咧就要評估返個老人家出咗院之後，需唔需要食一啲特別嘅餐啦，需唔需要落凝固粉啦等等嘅吞嚥指示。咁而醫生咧就要作為一個統籌者嘅角色，去綜合翻咧咁多位專職嘅專業嘅報告，咁判斷翻咧個老人家整體嘅穩定性啦，翻到屋企嘅安全性啦，包括一啲嘅行動能力啊、飲食嘅自理啊。咁醫生就要考慮到咁多位嘅專職嘅評估，返到屋企咧有冇一啲家居支援，咁先至咧去評估個老人家咧適唔適宜去出院嘅。咁如果個家屬都見到個老人家嘅狀況咧真係好差嘅話咧，咁但係咧個醫生又評估個老人家要出院喎，咁家屬咧就要反問返醫生或者一啲嘅專職嘅人員。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配套俾個老人家去出院？咁如果醫生都評估咗個老人家出咗院之後需要一啲社區嘅服務嘅話咧，咁醫務社工就需要轉介俾離院長者綜合支援服務隊，咁簡稱係 IDSP 咧去跟進嘅。咁佢哋嘅對象咧，最主要係60歲以上嘅住院病人，提供過渡性嘅支援服務，咁減低咧佢哋再次入院嘅風險嘅。咁而呢個離院隊咧，就由社工啦，或者係一啲專職去組成，例如係護士啊、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咁樣啦。咁佢哋咧就會提供一啲嘅專職嘅服務，例如係屋企需要邊一對去加裝扶手啊，一啲復康運動啊，俾個老人家啦。咁一啲嘅具體嘅家居支援服務咧，就例如係送飯啊、護理啊、清潔啊、護送啊等等呢啲嘅服務。咁等佢哋出咗院之後，嗰黃金6至8個星期咧，都等個老人家可以喺屋企嗰度好好去復原咁樣嘅。咁如果呢8個星期之後個老人家依然有家居支援嘅需要嘅話咧，
咁 IDSP 嘅社工就需要轉介俾家居支援服務隊咧，去到做長遠嘅跟進嘅。咁但係大家留意翻咧，家居支援服務隊就未必會有專職嘅人士去繼續去跟進㗎啦。咁所以大家就要好好把握呢黃金8個星期咧，就揾一啲嘅專職嘅人員啦，例如係我啱啱講嘅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咧，去到評估翻個老人家嘅需要啦。咁而最重要嘅一點咧，就要留意翻咧，唔係每一個留院嘅科目，可能例如係我假設啦，例如骨科嘅，其實未必可以轉介 IDSP 嘅服務嘅。咁大家家屬咧就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啦。咁醫生就會綜合翻咧職業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或者護士嘅報告。如果咧覺得個老人家咧個自理能力咧比較低啦，或者係屬於一啲高風險嘅個案咧，就會轉介去一啲嘅復康療養院，等個老人家咧做翻一啲密集式嘅訓練。咁例如訓練佢哋嘅行路能力啊，或者一啲坐姿嘅訓練啦，或者係模擬翻家居嘅環境，助行器具嘅訓練，或者教翻一啲家屬咧點樣去做一啲扶抱啊，或者護理技巧。咁等佢哋個訓練都完成啦，都確認佢哋適宜翻屋企啦。咁醫生咧先至會俾佢哋出院啦。咁減低咧再次入院嘅機會嘅。復康醫院咧，一般咧都冇得揀去邊一間嘅，咁邊一間有位咧就去邊一間咁樣啦。咁例如係黃大仙醫院啊、九龍醫院啊、佛教醫院咧，咁呢一類型咧都係屬於復康嘅療養院嘅。咁第四啦，如果個醫生評估咗個老人家係需要一啲護士嘅上門服務嘅話咧，就會轉介俾社康護士上門去跟進嘅。咁我哋簡稱咧就叫 CNS 嘅服務啦。咁咧就包括護士上門去幫個老人家去分藥啊、洗傷口啊，甚至乎係一啲導管嘅護理啦，例如係胃管啊、尿喉啊，或者係一啲造口嘅護理等等嘅。咁其實咧，佢長遠嚟講咧，都會由翻個護士去教一啲照顧者去自行處理翻啦。咁而個價錢咧，亦一般如果佢係綜援金啊，或者係長者生活津貼嘅話咧，都係免費嘅。如果個醫生最後都係評估咗個長者嘅情況係唔適宜翻屋企㗎啦，需要長期咧入住院舍嘅話咧，咁就要揾翻醫務社工咧去幫個老人家申請長期嘅護理服務啦。咁但係大家都知一啲政府資助嘅院舍咧，一般都要等好耐嘅。咁喺未排到之前咧，其實就要揾翻醫務社工去申請一啲嘅私營嘅院舍。咁即係可能有啲有經濟需要嘅老人家咧，就都係要揾翻社工去申請綜援金啦，去資助翻咧院舍裏邊嘅費用嘅。我頭先講咗咁耐咁多唔同類型嘅服務，咁究竟係點樣去申請嘅咧？咁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咧就係揾翻個老人家住嗰一層嘅護士啦。咁或者係咧揾翻嗰一間醫院嘅醫務社工咧去到做申請嘅。咁但係留意翻咧，佢哋最後申唔申請得到，都係要根據翻負責嘅醫生啦，或者專職咧佢哋個評估嘅。咁而一啲醫務社工嘅電話啊，喺醫院裏邊第幾樓咧，我都會擺翻喺下邊嘅資訊欄嗰度咧，俾大家咧做翻個參考嘅。咁等我做少少嘅總結啦。咁喺個老人家出院之前咧，就一定要由醫生啦同埋專職咧做評估，評估佢係咪適宜係出院嘅。咁如果咧評估咗可以出院啦，咁會唔會需要一啲家居支援嘅服務，例如係離院長者支援嘅服務啦，或者係一啲社康護士嘅上門服務啦。咁呢啲服務咧都需要喺出院之前咧就要做轉介嘅。咁第二就係有冇需要轉去一啲復康嘅療養院做一啲密集式嘅訓練，確保個老人家嘅行動同埋自理能力 OK 咧，先至俾佢翻屋企嘅。咁到最後咧，如果個醫生評估咗個老人家係要長期入院舍嘅話咧，就需要醫務社工咧去到做轉介。咁今次嘅
片咧就去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咧都覺得咧呢條片嘅資訊好實用嘅話咧，咁好歡迎大家咧繼續訂閱我嘅頻道啦，或者分享俾其他有需要嘅人知道。咁如果大家有唔明白嘅地方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嘅。咁下一條片再見大家啦，拜拜。